讲到这天高的炭过情形是愈来愈严重，台南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例。市政府决定讲，对9月初一开始，伫确诊者的徛家会扩大出游的范围。另外，安南区也有里长招里民到镇来做这掠蚊仔桶，被送去4个天高这较严重的例。 化学兵在安南区内上细铺，每一个所在完全唔敢大意。天高嘅炭白刷，加上前几天风台天落真侪雨水，增加防疫嘅难度。到大台南市确诊数超过4000例，市府指出，这2礼拜是防治嘅关键。各社区除了动员斗拼扫，伊嘛调整铺药嘅做法。原本是伫咧确诊病例50公尺范围内，进行后来化学防治，初期开始扩大范围，串联里内有确诊嘅所在，甲4个位啊拢总铺。在台风过后或是大雨过后，都是容易引起蚊子聚集，而且这个产生结节的下蛋产生结节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这2个礼拜应该是防疫的关键期。另外，南区里长动员志工做伙做掠蚊仔桶，内底搭成蚊仔大纸，罗贝特乌色发财啊2盆，加个倒水入去就完成啊。安南区区长表示，按算做4000个，被分送去4个天高级较严重的里。 为了大家的安全 ，DIY 做那个捉蚊器，来当炖掠蚊啊，掠起来啊，较袂登革热啊。咱的幼烧桶的制作跟家户的使用，会当来降低咱天高院吼，咱的登革热整个疫情能够获得控制。卫生局提醒民众，落雨过一定要落实环境整顿，徛家附近有积水爱倒掉。目前台南已经有3个重症死亡，大家唔通搁放放风去外花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